主后2022年12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对上好到丰盛。咱做伙来听读圣经诗篇147篇第1节到20节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唱歌学乐咱的上帝真好，称赞伊是合宜，真通欢喜。上主重建耶路撒冷，组织以色列受掠去异邦的人，伊医好伤心的人，包扎因的伤，伊算星神的数目，一粒一粒甲因号名。咱的主至大有大气力，伊的智慧无穷尽。上主扶持谦卑的人，甲歹人拍倒伫涂骹。恁着用感谢向上主唱歌，弹琴唱歌，学乐咱的上帝。伊起云热天，为着地准备雨水，予山发草。伊使食物予走兽，予地讨食会细食乌鸦。伊意爱的，毋是马会力大，伊欢喜的，毋是人会骹咬走。上主意爱的是敬畏伊、仰望伊慈爱的人。耶路撒冷啊，你着称赞上主；锡安啊，你着上赞你的上帝，因为伊坚固你城门的门窗，赐福予城内的人。伊予你国泰民安，用上好的物予你食饱。伊向地发出命令，伊的话传播真紧。伊落雪亲像羊毛，落霜亲像火夫。伊落炮亲像幼鸟，伊透冷风，啥人挡会牢？伊一个命令，遮个就拢扬去；伊起风，水就流。伊用伊的话指示雅各，将伊的律例甲判断指示以色列。伊毋捌安尼款待别国，伊的律法因毋捌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对上好到丰盛。耶路撒冷城原本是上主所竞选的城市，总是君王甲百姓一直毋听上主的话，所以巴比伦大军来。主前586年，犹大亡国，美丽的城市也受烧毁，人民变成亡国奴，因开始唱哀歌，内心感觉受伤、忧郁和痛苦。咱有时也亲像耶路撒冷城，伫无遭遇打击、经历艰难的时，可能踮伫安逸，不断追求享乐和各种偶像崇拜，无顾上主要求的公平甲公义，无注意贫富差距和别人的需要，环境也互咱破坏殆尽。虽然无惨遭亡国，总是违背上主的旨意，并袂当重治救安。咱的生活满是罪恶不安、压力甲破碎，心灵忧伤指数也哪来哪悬。总是上主靠近伤心的人。犹太人犯罪了后，并无互上帝完全弃绝。7日年后，上主互受掠人倒转来，重建耶路撒冷。搁较美好的是，所经历的灾难，含因弃绝偶像，开始认真伫各地会堂咧读圣经。这首诗篇伫第20到第30节讲到，上主重建耶路撒冷，组织以色列中受掠去外邦的人，伊医好伤心的人，包扎因的伤。受掠倒转来的犹太人，搁学习上帝的话语，诚侪用智慧闻名世界的民族。
伊用伊的话指示雅各，将伊的命令甲规例指示以色列。2009年，我来到中华丰苑做传道书的时，熟悉一位兄弟，听到伊感人的生命故事。过去伊打拼追求世界荣华，伫各种压力甲有息下面开始食毒，父母囝艰苦，家己的美梦破碎，家庭也差不多瓦解。伫绝望中，伊的太太来到教会信主受洗，搁为狱中的伊祈祷，奇妙代志发生。伫狱中，这位兄弟开始摕圣经起来读。有一遍，伊的毒瘾发作，伫极端痛苦，搁袂通吸着毒品的这药仔时，伊向耶稣祈祷：若假使你是真的，请你互我会通好困，搁会当甲毒品戒除。伫迄前，伊享受着真久毋捌有的好困眠。了后，伊靠主所加添的气力，顺利戒毒，搁受洗归主。伊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几若年来，持续参加聚会，常常读圣经、祈祷，热心服侍主。他伊的家庭美满，全家服侍，事业也一直发展，成做生命丰盛，会当祝正人的人，是上帝忠心的子民。咱看到上主是慈爱的上帝，伊无放杀伫罪中痛苦忧伤的人。上帝偌尔美善，伊的话语偌尔宝贵，伊的真理，互人的性命不断受提升，伫基督内面进入丰盛。默想，伊医好伤心的人，包扎因的伤。即马，就甲你的压力甲忧伤，甲主耶稣讲，伊会听你的祈祷。伊医好伤心的人，包扎因的伤。即马，就甲你的压力甲忧伤，甲主耶稣讲，伊会听你的祈祷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永无放杀我，求你将你的疼灌压伫我的心内，医治我，也求你帮助我，会当建立读圣经的生活，互我充满智慧，选择合你旨意的生活之道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